进党的后壁啊，但是伊嘛是阮家己即个流氓的体制内底，你本土出世的台湾人，你进入去迄流氓政府，你去选伊总统，你去修伊宪法，你去修伊立法院的立法，也国旗、唱的国歌，你阁讲这恁若要做流氓政府，恁要去到PRC去许就好啊，恁走，阮即摆若是这边的政府，恁要我倒一个迄恁的代志。即种代志就讲你即马咧做，咱即马咧做即个代志，你按算偌久的时间会当去？因为台湾即马我会使讲已经无时间谈好夫妻。讲一个较迄落就对，是讲迄个谢炳元谢先生讲，你希望台湾人民偌久觉醒？因为这就时间足逼个，国民党一直要骂，一直要手会切来袂？一直要痛，但是伊若过来时阵，咱有法度安怎？伊毋免起来痛。痛也不要紧了。伊要做法。无，毋是啊，伊若讲人若来，军队若来，我讲一个讲一个，互你听啦吼。你小布须做总统的时，我捌2届写过互迄个美国的小布须总统也有哦。迄当时我共迄个卡比，我去叫因2个国务卿，第一个是 Colin Powell， 第二是 Condoleezza Rice。我拍伫遮做30、40档，因无人捌得到美国国务院直接回归，无人得到。吼，甚至奥巴马做总统，我得到总统亲信回归。后来，伫迄个 Colin Powell 的时，当时讲阿扁做总统的时，我是真请美国的行政机关写会，我拢替阿扁讲话。吼，但是 Colin Powell 甲我回馈，伊真公式化，伊讲美国对台湾政策。一中，美国的一中，吼，3个公报，台湾 Relations Act， 台湾人，这是美国不变的政策。台湾人意思讲，你若要搁摇动的时，吼，台湾会受到美军听我，甲你讲，你无效忠于美国，会当派兵去甲你拍。我希望讲台湾人爱听美国话，我这是我形容的话啦，吼。才会当避免受到战火的涂炭。问题是我无感觉到，我无法度感觉有即种物件会走出来。你爱知影战争法内底 ，OK， 伫战争法内底，台湾甲澎湖是本正是日本帝国的土地。自从世界大战了，吼，你知影美国甲日本的战争是为日本偷袭，攻击迄个珍珠港引起的。美国对日本宣战，一直到1945年8月15号，吼，2粒原子炸弹了，日本投降。所以你战胜国有迄权利去，无一定你亲身伊会当派代表，派迄拥兵政权，是国民党流氓政府，去替你占领、替你管理遐人民，吼。一直到旧金山，我一遍，吼，1945年4月28。和平条约生效以前，美国是将你这个土地甲遐人民拢视为对有利益的土地上的人民，但是甲和平条约了，迄个土地已经毋是伊的土地啊，吼。但是无任何时阵，美国的总统宣布讲伊的占领结束，无任何时阵讲伊的主权有交台湾人民。无任何时阵讲伊的主权有交互流氓的国政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你还搁伫个美军占领后，虽然你无看到美军穿军服伫遐路，但是你伫高铁边啊，拢有宪兵，迄其实就是实。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？台湾人的宪兵。但是你敢知后壁指挥的？后壁指挥的是古早是做美军顾问团，对无？咱即摆看无到美军顾问团。但是照我所知影，伊穿兵服的美军其实上穿。是台湾人上穿。无啦，其实你是咧讲高级有一个 office US 我感觉是安尼，应该安尼讲。根本伊个宪兵，伊嘛毋知影伊着受着顶悬咧。OK， 即摆就是讲，你还搁伫个占领中，吼，你即个土地日本已经和平条约啊，但是日本摕等于无顾，日本统。但是这人民，吼，
你若搁要出来挂独立，你若搁发出来搞怪，无要听伊个话。伊听讲美军这安尼，伊听甲你暗呢，甲你教伊暗呢，你想讲伊咧哦？即马这是咧讲 future， 还是 in case 啊？但是伊比较有 mention 讲话做即个 USMG 有伫台湾是无军方名，啊我是直接举白个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？无啦，迄根本伊家己嘛毋知影讲伊受着电管咧。咱互伊按手。好啦。主要我即个顶下有人安尼甲我讲啦吼，你一个啦，你伫迄个中央山脉还是华冠东路顶悬吼，无一个山洞可能算啥物无迄种法律吼，啊咧教的人吼，伊的官阶嘛，可能是上司啦吼，但是你知影上司到底是哪个上司还是流亡政府的上司啦吼？啊，即摆是要讲，突然另外一个流亡政府的少将来到这里，看他们住他们身上的那些标志，这个少将还有那个下士，那是啥？这个是啥？你该会晓。然后台湾的小众，爱甲你报迄小事，是这。去看别人所属的，一个是流亡政府，一个就。这是你讲还是事实安尼？即个我就毋通讲，人甲你讲。这个还佫一点，台湾吼，早期的时阵，迄个有一个美军的监测站伫台湾吼，我实实不来，伫迄个南口迄阵。